處理餐廳營運難題，E365全面照顧晒你所有需要。我哋有多種獨家功能，幫助你面對各種挑戰。除咗專為餐廳小店 Pop-up Store 而設嘅 E365Biz 系列，仲有俾你自由組合收款方式嘅支付解決方案365Pay。唔知大家對2026年嘅餐飲科技有咩期望呢？今年 E365將會推出一系列全新 AI 功能，可以分析生意數據，提供營運建議，俾你根據客人嘅消費習慣推薦最啱佢口味嘅菜式，仲幫你自動建立多語言餐廳菜單，隨時推出新產品。咪住先，我哋嘅驚喜點止得咁少？我哋今年將會為大家帶嚟更多創新解決方案，等你更輕鬆擴展你嘅餐飲版圖。好多謝各位合作夥伴一直以嚟陪伴住 E365成長，希望新嘅一年我哋繼續攜手探索餐飲業嘅無限可能，一齊再創佳績。